接近6點鐘，今日風暴後第一日，差不多收工。咁剩翻呢3部係咩車咧？呢部就梗係而家最 hit 嘅 7X。咁呢架咧就會等低做 PPF 同埋裝地氈。後面 Denza D9 而家裝緊地氈啊，應該6點左右啦，可以俾個客走啦。裝好啦呢個。最後面有 Polestar 2。咁呢個咧就唔係嚟裝地氈，呢架咧就裝椅套，裝一個拼花暗花，應該係原廠款暗花，再加沖孔啦，咁再配搭冇沖孔嘅純皮嘅。由於第一日風暴後啦，咁其實都好多客人過嚟。我哋今日都未得閒拆板。各位車友，無論你出咗新車定舊車，如果你想揾一站式汽車美容服務，歡迎嚟到我哋火炭嘅 showroom 睇下唔同產品嘅樣板。